继续来看非洲一个叫做索马利亚的国家，最近发布着公告，讲因依照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的决议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，所以为今仔日4月30开始，袂使摕台湾的护照出入境索马利亚。咱的外交部提出着严正抗议，讲索马利亚是受到中国使人企图要来制造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假象，要求索马利亚马上撤销公告。照着中文了。那讲到出国旅游，咱台湾的护照上好用，也毋过即摆索马利亚政府所公告禁止台湾的护照。索马利亚表示，根据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，通知所有航空公司营运商等等，对今年4月30开始，所有由台湾或者是其附属机构所签发的护照甲旅行的证件，袂当个出入甲过境索马利亚联邦。外交部要挺起来啦，要挺起来去争取吧，哈！我们台湾护照在全世界是最好用的名列前茅嘛，莫名其妙，我们不能接受了。索马利亚政府错误解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，并与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挂钩，图谋制造台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假象。外交部也予以严正驳斥，并强烈谴责。是讲索马利亚伫台湾的旅游警示中，本地特红列做第4级，就是应该爱赶紧离境的红色灯号。外交部态度大清的，因为中国伫国际社会处处互台湾压力。根据外国媒体报道，比利时政府2022年年尾去互中国施压，要求台湾撤下挂伫代表处大楼楼尾顶的中华民国国旗。另外，去年布鲁塞尔国际书展，本地想要以台湾甲其他亚洲国家做焦点，严格比利时外交部所以国际背景来看过。老尾书展决定放弃台湾。比利时外交部解释，政府强调中国对甲台湾有关的一切拢真敏感，需要避免对台湾的地位产生任何误解。你的北风吹得越冷，只会让大家衣服抱得更紧，同时更远离你而已。面对中共文攻武吓的手段，台湾更加爱团结，突破外交困境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